張家輝，你做電視嘅時候，會唔會係對你嘅演技嘅一個鍛鍊咧？當然，好重要嘅過程啊！好重要嘅過程啊！即係由我入亞視去到 TVB， 其實喺呢10年裏面，我唔係真係拍咗好多好大量嘅劇集嘅，但係最慘冇人理啊嘛，即係最過癮冇人理啊嘛，咁冇人理。又可以自己，你自己又可以自己執生啦。試下呢啲又唔會俾人鬧嘅，試下嗰啲又冇人趌，咁試下嗰啲又冇人睇添。咁你自己不斷咁又試下自己性格，又試下外表，不停咁試10年，俾錢你試喎，俾住錢咁你自己玩啦，你自己玩啦，你肯玩就得噶啦。咁你自己咪試多啲嘢咯，即係電視劇嗰種要講好多戲出嚟嗰種方式，可能我唔會太習慣到啦，而家已經，因為講戲好多嘢係講戲出嚟咧，咁我會係啦，咁我會有陣時會覺得，唉，咁我有陣時都會，即係而家我太太都有個劇播緊，我都睇到少少，我都有啲，哎呀死啦！我本來都有少想翻去嘅，都係唔好啦，我話。即係喂嗱，嗰種模式冇話，亦都係冇話啱同錯嘅。咁照顧電視觀眾，喂煮緊飯梗係要聽㗎啦，你唔講我點睇啫？係咪先？大家食飯喂播住聽下劇情都 OK 啊嘛。咁有咩係錯嘅喎？係咯，呢個收音機嚟喎，大佬。唔係呢個唔係電視嚟嘅，我唔係需要畫面喎，大佬。我冇睇。我一睇翻你又講得明晒俾我聽，我唔睇你一集半集，一翻嚟你又講到咁樣，即係入翻嗰個情緒。我喺廚房煮飯就知道啊嘛。咁啊電影唔係啊嘛，電影有陣時有啲畫面係冇嘢嘅，冇聲噶嘛，咁你真係意會佢嘅鏡頭咁樣嗰樣嘢。咁啊電影因為得個零2個鐘嘅事，唔可以有多餘嘅嘢噶嘛，多餘嘅説話。事情啊都唔會有，咁啊習慣咗咁嘅形式之後，如果再去電視嗰個模式，可能會有啲唔適應。第二就係話劇本題材會受到好大嘅限制啦，觀眾大家都係唔使冇年齡限制去睇住一部電視，咁你自然你嘅尺度就會係緊㗎啦，咁你所創造嘅空間亦都相對地會收窄。咁如果我自己仲係喺度發掘緊一啲我想試嘅嘢嘅時候，咁喺電視裏面，我諗翻轉頭啦，應該唔會揾到我而家想要嘅嘢啦。係咁變咗就個機會會少啲。做到而家完全係去電視朋友俾面子啊，或者直情係因為揾錢咧，就冇不必要啦。做到而家係咪因為有陣時好奇怪好自